OK，大家好。而家一打開新聞呢，全部都係講 AI，唔係話 AI 要顛覆世界，就係話 AI 泡沫就快爆煲喎。Nvidia 股價升咗1倍，但係同時有7萬間 AI 公司執笠，有人靠 AI 一日賺過萬，亦有人掟錢落 AI，搞到血本無歸。今日等我同大家講清楚 AI 泡沫到底係咪真㗎？背後有啲咩賺錢機會？普通人點樣用 AI 輕鬆揾到錢？睇到最尾，我仲為你哋整理咗3個零門檻變現方法。首先答咗個核心問題先 ，AI 係有泡沫，但唔係全部係泡沫，而係泡沫入邊收埋真金。用3個生活化比喻幫你理解。第一，似網紅餐廳排長龍炒作泡沫，而家啲 AI 就好似網紅餐廳，門口排晒長龍，但95%嘅人食完覺得都係麻麻地。第二，似起高速公路基礎設施泡沫。個個都覺得將來會多車，就瘋狂咁起高速公路、起數據中心、買 GPU。但係而家條路都冇乜車行，全球用緊7萬億美金去起 AI 基礎設施，就好似90年代鋪咗大量光纖，10幾年後先至用得着。呢個泡沫對我哋嚟講係好事，將來用 AI 嘅成本會越嚟越平。第三，似樓價升跌投機泡沫。Nvidia 股價炒到50倍市盈率，就好似學區樓價有啲虛高，但你都唔可以話層樓冇用。AI 嘅核心技術咧係真材實料，只係啲資本將預期炒得過高，就好似2000年互聯網泡沫嗰陣 Pets.com 執咗，但係亞馬遜、Google 咧就靜靜雞崛起咗。結論就係炒作泡沫要警惕，但 AI 本身唔係騙局。就好似互聯網泡沫之後，我哋而家都唔能夠冇咗微信、淘寶，將來 AI 都會滲透喺生活每一個角落。點解會出現 AI 泡沫呢？本質上係3個唔同步，普通人睇得明就唔會俾人當水魚。第一，資本急住賺錢，但係技術咧要慢慢嚟。2024年全球掟咗3000億美金落 AI， 啲資本想1年回本，但係 AI 要落地就要解決數據、流程、安全一大堆問題，就好似你買咗個頂級焗爐，但係唔識整蛋糕，咁就唔可以怪個焗爐冇用，係你未揾到啱嘅方法。第二，技術好勁，但係普通人用唔着。AI 可以生成影片、寫程式，但係大多數人需要嘅係修圖快啲、寫文案慳時間，而唔係整個新模型。就好似你買咗部識飛天嘅手機，但係只係用嚟打電話，呢個就係技術同需求脫節。第三，頭部賺到笑，中小企蝕到下。Nvidia、OpenAI 霸咗70%資源，中小公司冇運算能力、冇數據，只能夠做套學 AI，例如將 ChatGPT 改個名當係自己產品，同質化太嚴重，自然會執笠。呢個唔係 AI 唔得，係玩法錯咗。跟住講個重點，普通人靠 AI 賺錢嘅3個方向。唔好再跟風做 AI 聊天工具啦！呢3個方向，一部手機就搞得掂，親測賺到錢。睇下你適合邊個？第一， AI 代做功課，幫人解決重複性工作，例如優化履歷、整 PPT、修復舊相，用 GPT 改履歷，用 Midjourney 整 PPT 配圖，用 Remini 修復模糊相片，喺網上接單，一單30到200蚊。案例：大學生幫老師寫職稱論文，月入3000加；媽咪幫人修復舊相，喺街邊擺檔，一單80蚊。第二， AI 做內容，唔使出鏡做自媒體，唔使自己寫稿拍片，用 AI 生成情感故事、育兒知識，用 AI 工具配音整動畫，用剪影一鍵合成，放上社交媒體賺流量錢同帶貨佣金。技巧：揀垂直領域。例如 AI 育兒故事、長者手機教學，粉絲夠精準，變現更加快。有博主靠 AI 整兒童英文影片，半年儲到10萬粉絲，每月廣告收入8000加。第三，AI 賣服務，教人點用 AI。而家好多人想用 AI， 但係唔識用提示詞啊，唔識揾工具啊。你可以整個 AI 工具包，平價引流，再開陪跑班，教新手點樣變現。賺錢核心呢 AI 係工具，唔係項目。唔好諗住靠 AI 發明新嘢，而係用 AI 將人哋嘅工作做得更快更平。最後3個避坑提醒，記住啦，唔好跟風做通用 AI，90%會蝕。2，唔好買貴價 AI 課程。免費工具已經夠新手用㗎，咁佢話由細單開始做起，再慢慢擴展賽道啦。而家問題嚟啦，你最想試邊個 AI 賺錢方法，或者你知唔知其他 AI 變現技巧？